講起人與人之間相處最常見嘅一句對話，莫過於多謝同唔使客氣。由細到大，無論屋企長輩定學校老師都教我哋做人要谦虛要客氣，人哋多謝你，一定要翻句唔使客氣，小事一樁，應該嘅先叫有教養，識大體。唔知大家有冇過呢種體會？有時你幫人好大一個忙，費心費神做足幾日，腳都走跛，口水都講乾，人哋握住你手講真係好多謝你，你順口就翻句冇嘢啦，小事而已，唔使擺喺心度。講完當下你仲覺得自己好大方，好有風度，夠晒江湖氣，但轉頭你就發覺對方好似真係當咗呢件事係小事，後續連半分感激都唔見咗。更甚者，下次你有事想對方幫手，佢仲會覺得你之前都話小事一近，今次仲係咁麻煩我。呢個唔係人哋唔識感恩，亦唔係對方特別勢利，而係人性本來就係咁。你自己都將自己嘅付出講得輕飄飄，就唔好怪人哋唔當一回事。我見過形形色色嘅人，有啲人明明做足9成功夫，更抵夜付出唔少，就因為識唔得講說話，功勞全數俾人忽略。亂為人人都可以隨便麻煩嘅老好人，有啲人未必做咗最多，但係每一分付出都俾人睇到記住。人緣越來越好，路越走越闊，當中差別好多時候就係一句多謝嘅回應上面。覺得今日講嘅內容有道理嘅朋友，麻煩幫手點個讚，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一句受教啦。等我都睇到有幾多朋友認同呢套處世道理。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下面對唔同關係唔同場景嘅人講多謝到底點樣回應先叫既唔失禮又唔會默低自己，仲可以將關係越拉越近。一共4句說話對應4種唔同嘅處境，大家記住咗，日後待人接物情商自然高幾班先講第一種場景。面對至親好友伴侶兄弟姊妹呢啲最親近嘅人，人哋同你講多謝，你應該點翻好多人嘅第一反應就係自己人講呢啲小事啦，使乜客氣？仲有好多人覺得關係咁好，仲要講多謝講客氣就見外啦。我年輕時候都係咁諗，覺得兄弟朋友之間幫忙係應該嘅，講多謝就生分啦。所以每次朋友多謝我都會揮下手話小事一窮唔好提。直到後來有件事改變咗我嘅諗法。舊年我有個認識咗30幾年嘅老朋友，佢個仔要出外國讀書，申請學校簽證揾宿舍，一籃子雜事，佢兩公婆都唔識英文，搞到頭都大。我知道咗就叫佢將所有資料拎過嚟，我幫手逐樣睇，逐樣填前後後，忙咗成個幾月，仲專登打咗幾個長途電話問外國嘅朋友當地嘅情況，終於搞掂所有手續。那日佢專登買咗我最中意嘅舊紫茶樓點心上門揾我，坐下來第一句就係老兄弟，今次真係多謝你，冇你我真係唔知點算。我當時習慣性就想講小事啦，自己人講呢啲，但話到嘴邊，我忽然想起以前另一位前輩同我講過嘅說話，於是我改口講你嘅事我邊次唔上心。我而家仲記得佢當時個反應，本來佢仲帶住啲客氣嘅笑容，一聽呢句即刻鬆咗下來，眼裏邊有啲濕人，跟住拍咗拍我手臂，冇再講多謝。但係後嚟呢10幾年佢對我嘅態度明顯又唔同咗，唔係變得更生分，而係更加親，更加知道我係真心將佢嘅事當自己事。後嚟我同佢講起呢件事，佢先同我講，以前每次麻煩我都話小事小事，佢心入邊其實一直有啲唔安樂，覺得好似麻煩咗我又唔當一回事。唔知我係真係覺得小事，定係唔想幫佢，只係唔好意思拒絕。直到我講咗你嘅事我邊次唔上心，佢先真真正正感受到我係真心將佢當兄弟，你睇幾有意思。越是親近嘅人，其實越在意你嘅心意。你以為一句唔使客氣係大方係見外，實際上你係將對方嘅感激輕輕推開咗，亦都將自己嘅付出掹低成順手為之。對方本來滿心嘅感動，被你一句小事倒翻轉去，久而久之佢就會覺得你幫佢本來就係應該，唔使特別感激你嘅事。我邊次唔上心？呢句說話妙就妙在3個地方。第一，佢清清楚楚告訴對方，我幫你唔係因為我閒，唔係因為呢件事容易，而係因為係你嘅事，所以我先會擺喺心上面認認真真去做。你冇將自己嘅付出講得偉大，但亦都冇將佢抹低成順手人情。第二，佢接住咗對方嘅感激，亦都回應咗對方嘅重視。你唔係叫人唔好客氣，而係話俾對方知你嘅心意我收到。
而且我同你一樣都好重視呢段關係。第三，佢將關係拉得更近，唔使客氣係將人往外推，意思係你唔好同我咁嘅客氣，我哋唔需要講呢啲，但你嘅事我邊次唔上心，係將人往內拉，意思係你係我重要嘅人，你嘅事就係我嘅事，一推一拉之間，親疏遠近就分出嚟啦。其實呢種情況係好多家庭嘅常態，我見過唔少主婦朋友一日由朝忙到晚，買餸煮飯、洗衫打掃、麵豆仔補習，由天光做到天黑，連半個鐘休息時間都冇。老公放工翻屋企，有時見到佢咁辛苦，會講句老婆今日多謝你，屋企打理得咁好。好多阿嫂第一反應就係講呢啲，咪又係我應該做嘅。呢一次兩次冇所謂，講得多咗，老公慢慢就真係覺得呢啲都係你份內事。後來連一句多謝都懶得講，翻屋企就等食飯，衫褲亂丟，覺得你打理家務係天經地義。到最後阿嫂自己覺得委屈，覺得自己付出咗咁多冇人睇到，甚至覺得老公唔體諒自己卻唔知道。好多唔會一開始就係由呢句應該嘅種下嘅，你以為自己係賢淑係唔計較，實際上你係將自己嘅心血同心意統統問低成咗本分。你日日變花樣煮飯，係因為想屋企人食得開心。你半夜起身睇仔係因為心痛仔女唔舒服，呢啲都唔係事嗎？應該，而係你嘅愛同心意。你將心意講出嚟，唔係要對方報答你，而係讓對方知道你嘅付出唔係理所。當然係因為你在乎呢頭家同仔女相處，亦都一樣。仔女大個咗出嚟做嘢，賺到錢有時買禮物俾你，或者幫你處理手機銀行嘅雜事，同你講阿爸阿媽多謝你哋養我咁大。好多長輩都會話傻仔講呢啲，其實你大可以望住佢哋笑住講，你哋生性懂事，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一句說話，仔女心入邊會暖好久，亦都會更願意同你傾心事，唔會覺得同長輩講心意係肉麻係見外。我成日同後生輩講，越是親近嘅人，越唔可以隨便抹殺自己嘅心意。你同伴侶相處，佢同你講多謝你今日煮飯，你唔好話應該嘅，你可以話你中意食就得啦。你同仔女相處，佢同你講多謝阿爸阿媽幫我問仔，你唔好話自己人講呢啲，你可以話你哋開心我就開心，唔好覺得呢啲說話肉麻。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就係靠呢一句一句真心說話積累起嚟㗎。你將心意藏起來，對方就未必睇得到；你將付出講得輕巧，對方就遲早會習以為常。呢個唔係心計，而係相處嘅智慧。講完親近嘅人，再講第二種場景。面對普通朋友、舊同事、鄰居、街坊，呢種關係唔遠不近，但平時經常打交道嘅人，人哋同你講多謝，你應該點返？呢種關係最微妙，話深唔深，話淺唔淺，太客氣顯得生分，太隨便又顯得唔尊重人。好多人面對呢種情況都係習慣性講唔使客氣應該㗎，以為咁樣得體大方，其實係白白浪費咗一個拉近距離嘅好機會。以前我讀季垣林先生嘅《留德10年》，入邊有個細節我印象特別深，話佢當年喺德國留學，正係二戰期間，物資極度匱乏，日子過得好艱難。佢有個德國同學前前後後幫咗佢唔少，有時送啲食㗎，有時幫佢揾住處，解決咗好多生活難題。每次季垣林先生多謝呢位同學，對方從來唔講唔使客氣，而係笑住講唔使客氣，下次我遇到難處都少不免要麻煩你㗎。季先生後來係書入邊寫，就係呢種有來有往嘅相處方式，令佢同呢位同學友誼維持咗成世人。佢仲感慨人情之可貴，正在於往來二字單方面嘅付出，始終難以長久。你睇下幾簡單一句說話，入邊嘅學問就大啦。好多人唔明白人情呢樣嘢，最怕就係一次了結。你幫咗人，人哋多謝你，你話唔使客氣，意思就係呢件事到此為止，你唔介意，人哋亦都唔使記住。一來一往之間，呢份人情就結束啦，關係亦都冇辦法再進一步。但如果你話客氣咩啊？下次我有事都要麻煩你㗎，意思就完全唔同咗。首先你俾咗對方一個台階，成年人之間最怕就係欠人人情。你幫咗人，對方心入邊一定會有負擔，覺得欠咗你唔知點樣還。你講一句下次我都要麻煩你，就等於話俾佢知，我哋係互相幫忙，唔係單方面施捨。你唔使有壓力，以後我都有要你幫手嘅時候，對方一聽個心即刻就放鬆啦，自然就願意同你繼續來往。其次，你為呢段關係留咗一個活口。咩叫活口？
就係你哋嘅關係唔會因為呢一次幫忙就完結，而係有咗下次往來嘅由頭。今日你幫我，聽日我幫你，有來有往，關係先會越嚟越深。如果每次都係唔使客氣，次次都係一次過，咁一輩子都只會係普通朋友。再者，呢句說話唔卑不亢，既冇居高臨下嘅施捨感，亦都冇低聲下氣嘅客氣勁。你就係平平實實講一句實話，對方聽得舒服，你亦都唔會失身份。呢個道理放喺職場上面一樣適宜用。好多人返工覺得同事之間幫下手係應該要，人哋多謝自己，總係話小事一，但你有冇發覺？有啲同事大家平時只係點頭之交，互相幫過一兩次忙之後啊，關係慢慢就熟絡咗。關鍵就係佢哋識得為關係留餘地。比如話你趕住開會，隔籬位同事幫你印咗會議資料，你同佢講多謝，佢話客氣咩？下次我去廁所都要你幫我睇住個電話，就係咁簡單一句，一下子就拉近咗。唔會淨係工作上嘅點頭關係，後嚟有什麼工作上嘅配合都會順手好多。反而有啲人同事幫咗佢，佢唔好意思麻煩人第二次，佢幫咗同事又總係話小事，到頭嚟做咗唔少嘢。但係同事關係永遠都係平平淡淡，有什麼升遷或者合作機會，人哋亦都唔會第一時間諗起你，唔係你能力唔夠，而係你唔識得建立有來有往嘅關係。仲有屋村街坊大廈管理員呢啲日日見面嘅熟人，更加係講究有來有往。比如樓下看更阿叔幫你收咗大件快遞，你落樓拎嘅時候講多謝，好多人都會聽到阿叔話小事而已。但係有啲阿叔就會笑住講，客氣咩？遲啲我個孫唔識做功課，都要上門請教下你呢個大學生啊！你聽咗唔會覺得麻煩，反而覺得呢個阿叔親切，日後見面都會主動打招呼。住係同一島大廈，都會覺得有人情味。好多香港地方細，人與人之間轉個彎就可能見到人情，呢樣嘢從來都唔係一次性買賣。你幫人一次，人哋記住；人哋幫你一次，你記住。有來有往先叫做人情。次次都用唔使客氣將人推開到最後身邊，就只會剩低泛泛之交。有陣咩事想揾人幫手，都唔知開口揾邊個。我年輕時候做記者，跑新聞跑得多，認識唔少各行各業嘅朋友。有時人哋幫我揾資料搭路線，我多謝人哋，好多人都會話小事小事。唯獨有一位做會計嘅朋友，每次都會笑住講，客氣咩？遲啲我揾你幫手寫文稿，你唔好推我就得。就係因為呢一句說話，我同佢來往咗幾十年。有時我有財務問題請教佢，有時佢有文案上嘅事揾我幫手，大家有來有往，關係一直都好舒服。從來唔會有邊個覺得欠咗邊個。香港人最講究人情世故，亦都最怕欠人情。你越係叫人唔使客氣，人哋反而越覺得欠你，越唔敢同你來往。你反而大大方方講句下次我都要麻煩你，對方反而覺得自在，願意同你深交。呢個就係聰明人同唔聰明人嘅分別。唔聰明嘅人幫咗人之後，要麼居功自傲，令對方唔舒服，要麼故作謙虛，將關係搞淡。聰明嘅人就係既讓對方感受到自己嘅價值，又俾對方留足面子，留出台階，仲留低咗以後往來嘅餘地。下次再遇到同事街坊同你講多謝，唔好再講唔使客氣啦，笑住講句客氣咩啊？下次我有事都要麻煩你㗎。你睇下你哋嘅關係係咪一下子就近咗好多？接落嚟講第三種場景，亦都係最容易講錯說話嘅場景。你幫咗人一個大忙，對方滿心感激，甚至感動到眼濕濕嘅時候，你應該點回應？我見過好多人遇到呢種情況，第一反應就係冇事冇事，唔好擺喺心度，小事一樁，唔使咁客氣。佢哋覺得人哋都咁激動啦，自己當然要溫虛啲，安撫下對方。但我同你講，呢句說話喺呢個時候講最傷人。點解？因為對方正處於極度感激嘅情緒入面，佢嘅心情係好重嘅。你嘅幫忙對佢嚟講，可能係雪中送炭，可能係絕處逢生。佢將所有嘅感動，所有嘅謝意都放喺多謝呢兩個字入面，鄭鄭重重講俾你聽。結果你一句小事一勤，就等於輕輕彈翻轉去。你以為自己係謙虛係低調，但係對方睇嚟就係你唔當佢嘅感激係一回事，你唔當佢嘅困境係一回事，佢滿心嘅感動冇處安放，仲會覺得自己係唔係太誇張，太小題大做。之前我喺網上見過一個新聞，雖然唔係什麼大事，但特別戳人心。話有個外賣員落大暴雨嘅時候送外賣，
雨大到路都睇唔清，佢全身都濕透啦，但都準時將餐送到客戶手上，仲特意用身體當住雨唔俾餐盒濕個客戶開門一睇，個外賣員企喺雨入邊，水順住褲腳往下流，雙手舉住個餐盒，客戶當時眼就紅啦，連聲講多謝，仲要塞俾佢一支水同紙巾。你哋估個外賣員點回應？佢冇講冇事應該噶，佢笑住講你能咁樣理解我哋，我就覺得呢一趟冇白跑，就係呢一句說話。當時係網上傳瘋咗，好多人轉發話睇到喊。點解一句普通說話有咁大力量？因為佢接住咗對方嘅情緒，對方感激佢體諒佢，佢冇推開，冇話小事，而係話你嘅理解。我收到啦，而且呢份理解令我所有辛苦都值得。心理學上有個詞叫情緒確連，簡單啲講就係當個人情緒被睇到被回應嘅時候，佢對呢段關係嘅滿意度同安全感會成倍增加。反過嚟，如果佢嘅情緒被忽視被敷衍，佢唔單止會失望，仲會覺得自己嘅真心被辜負啦。呢種接住情緒嘅重要性係好多人際關係嘅轉折點。我有個讀者之前寫信俾我，話佢年輕時候闖業失敗，欠咗一身債，身邊朋友都避之則吉，唯有佢一個中學同學二話不說借咗一筆錢俾佢周轉，仲幫佢介紹客戶，先讓佢慢慢翻過身。後來佢生意有起色，第一時間就拎住錢同禮物上門多謝，講到激動之處，眼淚都差啲流出嚟。佢話當時佢已經做好準備，以為同學會講自己人講呢啲，結果個同學只係拍咗拍佢膊頭，講咗句你能熬過嚟，我就覺得當初幫你冇幫錯。呢個讀者同我講就係呢一句說話，令佢當場喊咗出嚟。佢話之前所有嘅委屈，所有嘅辛苦，喺聽到呢句話嘅時候，全部都有咗歸宿。佢知道呢個朋友唔係隨便幫佢，而係真係睇好佢，在乎佢。呢份交情佢記咗10幾年，到而家兩家人都仲係時常來往。反過嚟講，如果當時個同學只係講句小事一好，唔好擺喺心度，佢心入邊一定會有個疙瘩，覺得自己嘅感激好似多餘，覺得朋友根本唔明白佢當時嘅絕望。即使錢還清咗呢份人情嘅重量，亦都會被輕飄飄一句說話消減。大本好多人以為幫咗人就唔應該計較，就應該低調，所以人哋多謝嘅時候一定要推辭。但其實真正嘅善良從來唔係掹低自己嘅付出，而係尊重對方嘅感激。你認真接住人哋嘅謝意，唔係擠傲，唔係居功，而係告訴對方你嘅心意，我收到啦你嘅處境，我明白我嘅付出係因為你值得呢份互相尊重，先係一段好關係嘅基礎。唔論係朋友定親人，你敬我一分，感情先會越嚟越深。如果永遠都係一方不停付出，另一方不停客氣推辭，遲早有一方會覺得累，關係慢慢就淡咗。我年輕時候都犯過呢個錯。有一次我幫咗一個朋友好大一個忙，可以話改變咗佢嘅事業軌跡。佢專登走到我辦公室，握住我手，眼紅紅噶，講咗一大堆感激嘅說話。我當時後生，覺得兄弟之間唔使咁客套，就講咗句算啦，唔好咁肉麻。後來我先知道佢翻去之後難受咗好幾日，覺得我唔將佢當回事，覺得我係敷衍佢。我哋嘅關係就由那次之後慢慢淡咗。呢件事我後悔咗好多年，所以而家我同人打交道特別在意呢樣嘢。當人哋真心實意我多謝我嘅時候，我一定會認真真回應佢，唔會讓佢覺得自己嘅感情被浪費啦。你咁樣講，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呢句說話就專門用喺呢種場景。呢句說話好在哪裏？第一，佢認真接住咗對方嘅感激，你冇叫人唔好客氣，亦都冇話小事一件。你話俾對方知你嘅謝意我收到啦，我感受到你嘅誠意。第二，佢肯定咗自己嘅付出。什麼叫值得？值得就意味住呢件事係有意義嘅，你嘅辛苦冇白費，你嘅付出唔係冇價值。你唔需要自己催眠自己做咗多少，一句值得就已經講明咗所有。第三，佢令雙方都體面，對方感激完，心入邊係舒服嘅，因為佢知道自己嘅心意被認真對待咗。你亦都唔會顯得卑微，因為你嘅價值被睇到啦。我成日同身邊嘅人講，做人最緊要就係接住人哋嘅善意，接住人哋嘅感激，接住人哋嘅關心，唔好動不動就推出去，唔好動不動就話冇事唔使。你推得多啦，人哋就真係唔會再同你講真心話啦。無論係伴侶、仔女定係好朋友，如果佢哋真心實意同你講多謝，唔好再講冇事冇事。
停下嚟望住佢哋嘅眼，認認真真講一句：你咁樣講，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呢句說話唔使你花一分錢，但可以暖啲人嘅心暖好耐好耐。最後講第四種場景，亦都係最需要拿捏分寸嘅場景。對方係你嘅長輩，係你嘅上司，係德高望重嘅前輩，佢哋同你講多謝，你應該點回應？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唔使客氣，應該噶。我同你講，呢兩個字係呢個時候講，唔單止顯得你冇水平，仲顯得你冇誠意。點解？因為長輩上司同你嘅關係同其他人唔一樣。呢種關係入邊，對方看重嘅唔係你有幾客氣，而係你呢個人靠唔靠得住，做事用唔用心。你諗下，你上司叫你幫手做一件事，你做好咗，佢同你講多謝你今次幫忙，你翻句唔使客氣應該噶，佢聽咗會有什麼感覺？佢會覺得原來你都覺得呢件事係你應該做嘅，咁呢件事係你眼入邊就係份內事，你冇花什麼額外心思，咁佢對你呢個人就唔會有什麼特別嘅印象。但如果你換一句說話呢，你話你嘅事，我肯定會用心去做噶。你睇下份量完全唔一樣，用心呢兩個字就係呢句說話嘅精髓。佢喺度告訴對方，呢件事我唔係隨隨便便做嘅，我係花你心思認認真真去辦噶。你嘅事係我呢度係最高優先級，唔係因為呢件事有多重要，而係因為你呢個人重要。做上司嘅最怕什麼？最怕下屬敷衍了事，最怕交代落去嘅事俾人當任務完成一個用心嘅人。無論係什麼單位、什麼地方，都會俾人記住，都會俾人高看一眼。呢一點係職場升遷嘅小秘訣，好多後生仔唔明白，以為只要默默做事就夠，老闆一定會睇到。但係你試下諗，一間公司幾甚至幾百個人，老闆邊有時間逐個觀察你有冇用心？好多時候你嘅態度就係通過一句兩句說話傳遞出去嘅。我以前有個下屬，做事其實唔算最聰明，但係勝在夠晒用心。每次我交代佢做啲死事，佢做好交俾我同佢講多謝，佢從來唔會講應該㗎，而係會講你交代嘅事，我梗係要用心做，怕做唔好影響大間度，就係呢一句說話，每次都會令我對佢加多幾分印象。後來有個重要嘅項目，我第一時間就諗起交俾佢負責，因為我知道佢唔會敷衍，會將事情擺喺心上面。而其他幾個能力同佢差唔多嘅同事，就因為永遠都只會講應該噶，我總係覺得佢哋只係做完份內事，唔會額外花心思，自然唔敢將太重要嘅事交俾佢哋。對待長輩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後生仔去長輩屋企拜年，長輩叫你幫手整電腦，調下手機設定，搞掂之後長輩同你講多謝。好多後生都會話小事一擒，使乜客氣？但其實你可以話，阿伯你嘅事我梗係上心啦，以後有什麼唔識嘅隨時打俾我就得，就係多咗上心兩個字。長輩聽咗心入邊完全唔一樣，佢會覺得你呢個後生懂事有孝心，唔係隨隨便便應付佢，以後有什麼好機會好建議佢，都會第一時間諗起你願意提勞。你唔好睇少呢一句說話，長輩嘅一句好說話，有時仲貴過你自己搏命做幾個月。當然我唔係叫大家靠把口哄人，而係話你本來就用心做咗，為什麼唔大大方方講出嚟？你用心咗就應該讓對方知道，唔好將自己嘅心血藏起嚟，等人哋慢慢猜。呢個世界上冇咁多心有靈犀，你不信別人就未必會知道。我做咗幾十年企管，面試試過成千上萬嘅人，帶過嘅員工更加唔計其數。我最看重嘅品質是什麼？唔係學歷，唔係能力，甚至唔係經驗，我看重嘅就兩個字：用心。一個人有冇用心做事係藏唔住噶，你用心咗，結果會說話；你應付咗，結果亦都會說話。而一個真正聰明嘅人，唔單止會用心做事，仲會讓別人知道佢係用到心噶。你嘅事我肯定會用心，呢句說話就係恰到好處咁話俾對方知，我用心啦。佢唔守尾，唔奉承，唔卑不亢，係事實，亦都係態度。我自己年輕時候從業有一次幫一位前輩做一份方案，呢位前輩係我從業初期，俾咗我好多指導，我心入邊一直好感激。那一次佢叫我幫手整理啲資料，我花咗好幾個通宵反覆修改，先交到佢手上。佢睇完之後同我講：阿飛，辛苦你啦，多謝你。我當時冇講唔使客氣，我講嘅係老師你嘅事，我肯定會用心噶。你以前幫我咁多，呢啲小事算得什麼？佢聽完之後拍咗拍我膊頭，冇再講什麼。
但由那日開始，佢對我嘅信任明顯唔一樣咗。後來佢介紹咗唔少資源俾我，對我仲要幫助好大。我後來諗，當時如果我只係講一句應該㗎，佢可能轉頭就唔記得你啊。但我講咗用心，佢就記住咗我呢個人，記住咗我做事嘅態度，對長輩對上司你嘅客氣唔值錢，你嘅用心先值錢。你嘅唔使客氣冇人記得住，但你嘅用心會俾人記一世。唔好覺得呢啲係拍馬屁，真正嘅尊重唔係講好聽說話，而係讓對方知道你將佢交代嘅事擺喺心入邊。你認認真真對待一句我會用心，比10句唔使客氣都更有份量。講到呢度4句說話就全部講完啦。可能有人會話，阿飛你講嘅呢啲係唔係太過計較啦？人與人之間相處用得着就冇講㗎。我同你講，呢啲唔係算計，而係尊重，尊重別人對你的感詞，亦都尊重你自己嘅付出。中國有句老話叫一諾千金，今日我改一改，叫一謝千金。人哋嘅謝意值千金，你自己嘅付出亦都值千金。你憑什麼用一句輕飄飄嘅冇事就將呢千金打發咗呢幾十年？我見過太多善良嘅人，心腸好做得多，從來唔爭唔搶，人哋多謝佢，佢總係話冇什麼。結果就係佢係人哋眼入邊真係變成咗冇什麼。佢嘅付出冇人記得，佢嘅好冇人領情，佢活成咗人群入邊最唔起眼嘅嗰個老好人。我每次見到呢種人都覺得唔抵。各位，你哋嘅善良好貴，你哋嘅付出好貴，你哋嘅真心更加貴。唔好讓一句脫口而出嘅唔使客氣，將你所有嘅好都抹掉。唔好讓你嘅奸虛變成別人睇輕你嘅理由。由今日開始換一種方式同人相處，人哋多謝你，你就大大方方，接住認認真真回應，將你該講嘅說話講出去，將你該有嘅位置站住。你放心，冇人會覺得你變啦，冇人會覺得你計較，佢哋只會覺得你呢個人有溫度有分量，值得深交。我成日都講處世哲學講到底歸根結底就係3樣，要簡單順手舒服。你唔需要學什麼花言巧語，唔需要搞什麼人際套路，你只要學識尊重人，學識尊重自己，學識將每一句說話都講到對方心入邊，你嘅人緣自然唔會差。下次當你嘅伴侶、你嘅仔女、你嘅老朋友、你嘅老上司同你講多謝嘅時候，唔好再講冇事啦。從呢4句說話入邊揀一句合適嘅講出嚟，你睇下呢個世界會唔會對你唔一樣。做人處世從來都唔係要你做乜驚天動地嘅大事，就係藏喺一句一句說話入邊，藏喺一個一個細節入邊，把細節做好啦，路智人就神啦。